一個夏日嘅下午，公司突然之間白一聲，全場黑晒，冷氣停咗，電腦停咗，風扇停咗，只剩低大家互望對方嘅眼神。同事們都開始抱怨：死啦，份 report 仲未 save。有人好興奮，好爽啊，可以唔使做。麥兜坐咗喺自己嘅位度，摸住自己個肚，心入邊暗暗慶幸，啱啱好可以早啲開飯。佢望住黑晒嘅熒幕，突然之間諗起乜乜以前成日笑佢：麥兜，就算你冇電，腦入邊都日日 stand by 咗食飯模式㗎啦。諗到呢句，麥兜傻笑咗出嚟。黑暗入邊，其他同事仲以為佢緊張個頭，笑到黐咗線。其實佢只係一邊等緊電力嘅恢復，一邊偷偷掛住某個已經斷咗線嘅人。